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福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12月初一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今日去到八种主要的公共场所出现无挂就要罚金，还有入境台湾的旅客一律要交验无武汉肺炎病毒的证明。中油公司伫非洲的恰特共和国挖到95万桶石油的原油，早起已经再转来到高雄。劳动部柯明春部长讲，手下的公务人员用劳动基金炒股票，是部内主动送调查。还有11月劳动基金是大赚2300亿。观众朋友，咱先来看讲，今仔日咱国有新增加对菲律宾、印尼、英国和白罗斯带病入境，拢总4个染着武汉肺炎的民众。另外自即阵起，便若去坐公共交通工具，也是入去到学校、病院，拢总有8种主要的公共场所，出现决定就爱挂。早起新北市侯友宜市长就专工去到邦桥的车头内视察办理的情形。真大的宣导标示，就搭伫咧台铁、高铁、捷运、还有公车站外口的出入口。上班上课的时间人是特别多，若是发现有民众无挂嘴暗入来车头，嘛有工作人员随提醒。秋冬防疫专案正式启动，若是近日医疗照护、大众运输、生活消费，还有教育学习等等的8大场所，拢需要挂嘴暗。前阵子其实真的比较宽松了一点，但是现在要突然变得比较严格，就有一点不习惯。本来就平常就有在戴，就比较没有什么影响。除了宣导的标示牌，搁车头的红外线热显像仪嘛，继续伫咧监测旅客的体温。若是机房监测到体温无正常，地方闸内进行复检。新北市长侯友宜早起嘛来邦桥车头进行视察防疫措施，而且嘛表示，若是有民众口渴无要听，一定会严格执法。从4月13号，在大众运输，我们也就要求这样的做法。那我们越来会越严格的去执行。我们在防疫，把它做到位，保护国人健康，才是地方跟中央大家要齐头并进的最重要的工作。若是秋冬嘛是疫情较高团的季节，高雄市卫生局嘛唔敢放令，早起就来大卖场做宣导。会当看到卖场内底气价已经取消，在围区嘛拢有放透明的架棒，民众嘛拢真配合。心肺的疾病和传染性的疾病，也是在冬天的时候量会增加，所以在12月1号配合中央的政策，进行秋冬冬天的专案，整天都带着了，习惯就好了。卫生局强调，讲12月份正式进入寒天，为着预防新冠肺炎，而且互医疗能力会当得到保障，一定会全力配合指挥中心的秋冬专案。若是口渴无要听，相关会当处罚15000块。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对今日起要入境来到台湾的旅客，一律也拢着要交出3日内验人体细胞内底核酸，证明无染着武汉肺炎病毒的报告。早起头一班飞行机是8点外来到位的菲律宾航空，旅客无论大人囡仔，确实检验报告嘛拢有传甲交到。核酸检测的报告，有的是书面的，有的是电子的报告。因若这份核酸检测的报告，一份爱菲律宾的钱4500，差不多是台票2600。桃园机场入境头一班需要核酸检测证明的，是伫早起8点外飞来台湾的菲律宾航空。飞轮机场拢总有10个旅客，2个台湾籍，8个菲律宾籍，拢有交检测报告。这个要检查，要插那个鼻孔要插这个没有？要检查这个，没有检查不能够搭飞机啊。要去检查，然后隔2-3天再出来啊。哦。还要交一笔钱很多，4500。咱那大汉航空为仁川起飞10点半到位。内底的乘客有41个人，无论是大人也是囡仔，拢爱附核酸检测阴性的证明。这里有写那个阴性的，在韩国国家指定的一些医院可以检查，但是要自己付钱。我去的地方是3000多。国际新冠肺炎的疫情要小媒体，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为出发的国家做源头的管制。12月初1开始，若无核酸检测的报告，就袂当上飞轮机。除非是紧急的状况，亲像亲人过身，也是为无法度自费做体检的国家来的，或者是经过指挥中心的同意等等特殊的情形，就会当免付证明来台湾了后才自费做体检。How much you pay in Philippines? This company charge. Company pay. Company pay. Oh, okay. Are you first time in Taiwan? No, several times. 7 times. Are you afraid on the airport? No. I'm not afraid. It's very safe. How much you pay? 4,000. 4,000. Is that easy to take this record? Yes. Yes, very easy. 另外，因应印尼的移工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的个案日头增加，初时开始全面暂停印尼籍的移工来台湾做工课2礼拜。
劳动部表示，目前集中检疫所的床位登记到初3为止，还会有341个印尼移工要入境，其中有7%是做看护的。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关心漳中道南投县内往澳门带国家松林游乐区的车路发生20人遭中型的巴士并车意外，车顶一个民众现场就来不幸。今日受伤的患者，有的已经出院，有的也另外转院。南投地检署今嘛派出3名检察官，分别进行保全证据、勘验现场，搁有审问证人的作业。中国月30发生伫南投澳门带连外道路1.5公里的巴士并车意外，根据后壁车的行车记录器会当看到，巴士挖一个弯，这台车已经冲去对向并车，造成1个人死亡，20个人受伤。原本检方预计伫咧早起10点要收验死者遗体，毋过因为相关人员也搁伫咧仁爱分局做笔录，所以无法度进行。家属表示，幸运的死者原本会当躲过这个死劫。我听我姐姐的口述是说。他本来是坐前面的，后座有一位女孩子，然后会晕车，然后我姐夫就自愿跟她换位置。因为这场车祸造成重大伤亡，南投地检署嘛指派3个检察官针对事故的现场、病院的伤患，还有起诉的巴士拖掉停放的地点来进行证据保全、现场勘验，还有问相关证人。死者后生指出，爸母做伙出去佚佗，说1个人死去，1个人重伤，会甲陆刑社来查清楚相关责任。我们香烟结束，然后把我爸的大体领回去，然后后面的事情。我再跟他们讲。安排这个行程的旅行社指出，这是出去耍1天的行程，早起6点半到高雄出发。挂导游甲中岛顿的钱，一个人是1390块，去引进地老大人甲家族旅游。发生并车事故的巴士，敢若8年的车龄，代志发生的前20天才当做车检。驾驶伫1802年摕到职业大客车的驾照，有7年的赛车经验。伫咧赛职业大客车时阵无违规的记录，是细但游览车靠行的业者所请的司机。高雄市劳工局嘛派人来稽查，嘛要求雇主提供出勤的记录，还有工作的清单，若无就要处罚。记者综合报道。关心政治，先来讲英国驻在台湾办事处的代表，今年60岁的外交官邓凯琳女士已经上任4冬，12月就要落任。早起蔡英文总统也和邓代表会面，感谢伊对提升台湾和英国的往来付出的贡献，也表明要争取参加明年度英国主办联合国迄份气候变迁的公约，契约在内一寡国家国际会议。总统蔡文册早起接见英国在台办事处代表董凯琳，强调讲伊拄2016年来台湾就任到当，一直是台湾互动密切的好朋友。针对伊伫要离开嘛，表达唔甘。唐凯琳代表即将离任，今天是最后一次来访，真的感到非常的不舍。在这里我要代表台湾的政府跟人民，感谢我们唐凯琳代表对提升台英关系的贡献。蔡文表示，伫咧董凯琳的协助之下，台英两国伫这4年以来促成真侪项产业的正式交流，贸易关系继续变好，双边的互动嘛更较直接、更较顺。另外，蔡总统阁针对英国首相强生提出来的绿色经济进行计划表示肯定。我们认同强生首相的观点，绿色与经济成长是可以兼顾的。明年英国将主办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缔约方的大会，那我们也希望英国能够支持台湾参加明年的大会。蔡文表示，董凯琳无论伫咧台英两国的经贸，还是教育上的付出甲贡献，无法度一个一个算好清。落尾嘛强调讲，台湾永远欢迎伊回来。台湾永远欢迎您回来，创造更多美好的回忆。记者综合报道。早起国民党改变过去伫咧立法院抗争的手段，换派立委退论上台，锁定猪肉进口的问题，质询行政院苏贞昌院长，甚至阁有立委指出讲，国民党团咧开大会，竟然有警员徛伫门外偷听探消息。但内政部市国用部长也说明，迄是因为落雨，便衣人员才会刷入去走廊的门边挡敌。行政院长苏贞昌初一过去立法院进行总质询，在高度警戒之下，苏院长取消媒体时事问答，直接进入议场，并且在民进党立委协助之下顺利就台质询。国民党立委即摆采取文攻策略，
针对来自议题大声质询苏县长，苏县长一一回应，双方当场你一句我一句。我没有你拜托，我觉得还是拜托你。错了，委员你忘记。拜托你，拜托你，拜托你啦！不要再欺骗民众说可以分辨、可以选择。委员，你不要用这种用语。我用什么用语？我告诉你有没有办法分辨？欺骗，这种都是这种。你就是欺骗。张华南亚立委也指控，早起伊咧召开党团大会了后，却发现有一名行政院警官队员伫门外偷听开会内容，当场将人抓落来对质，批评行政院监视党团。对此，内政部长徐国勇澄清无偷听，是因为落雨便衣公扫才刷到走廊。可以这样派人到党团或是党团大会开会的地方去刺探在野党的这个秘密，这个要道歉了哈。因为下雨，所以那个便衣的岗哨是在那个走廊。事实上，那个警政署是跟我讲说，他们离那个还是有点距离，所以不可能去偷听。民众党立委质询是继续留着行政院发言人士小编做话题，攻击在野党一事。苏贞昌是头一摆对此道歉，一定就是要告诉我们，这是来自于行政院的，好，这可以承诺嘛？对，这个我们有做错的地方，确实也应该检讨，而且我们也有检讨，应该改正，这一点是真的很对不起。虽然蔡依拿党团无组织行动，也毋过林为洲只表示，党团架动无解读，会随时发动突袭，也毋过无透露内部策略。记者综合报道。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已经宣布，12月初4起，一年的劳工将按2礼拜才要搁开放。但经济部王美花部长也表示，产业界会当申请具体外国劳工加班，无就是政府斗志接本国的劳工。若是斗顾病人的看护工这方面，劳动部柯明春部长也讲，会和卫生福利部做伙设法，甲确实有需要的民众斗排解。最近新冠肺炎境外移入病例增加，尤其以印尼确诊人数上济。顶日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自12月初4起，暂缓引进印尼移工2礼拜，预估对其影响大约1350名移工。针对家庭欠看护移工，劳动部长柯明春伫立法院表示，将媒合过来照顾人员协助雇主等3大措施来应付。第一个，好，我们可能会就是媒合国内的这些照护人员，来协助我们的雇主。必要的话，我们就延长这个移工的一个在台年限。另外也会来请卫福部这边的长照资源来配合应应。印尼移工暂缓来台的产业冲击，经济部长王美花表示，印尼移工有7成家属移工，大约3成投入产业，初步掠算影响大约300-400人。受影响产业包括金属制品、食品甲饲料制造业，影响无大，已经拟定3大因应对策协助产业界。我们也会去给各个工会，如果有什么样的需要协助，我们给我们意见，那我们来跟劳动部来协助相关。如果有这个急需的人力缺口的话，营造业在建设的这一块是反应最大的，因为它的工资一直在飙涨，长照跟建筑的这块不容易取代。另外，印尼政府7月宣布，自明年元旦起，出国工作的移工将不再负担任何费用。劳动部表示，针对零付费政策，会等到资料收集齐全了后，再甲印尼协商。而且，劳动部也会请外交部协助，找找新的移工来援国。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先来讲，昨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主持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审查通过3项条例，内容强调讲，要以习近平强化军队这款思想，加强统一战线的目标。早起解放军同款，搁再派战斗机挖进台湾来扰乱，尤其对昨开始，中国也点伫咧黄海南边的海面拍实弹演习到12月初5。明年就是中共共产党建党100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30主持中央政治局的会议，在会议当中审议军队政治工作条例、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也有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强调讲，要以习近平的思想来领导军队，而且把统战的工作做好，团结力量。学者认为讲，习近平的指示看会出来讲，已经着急要伫建党100年进程，提升伊个人的势力，而且掌握军权。
修订《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是党中央着眼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巩固深化统一战线领域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精神的重要举措。例如说，军队工作条例里面很重要一块是要强调军委主席负责制，然后对军队的绝对忠诚。那其实军委主席就是习近平嘛，那当然就是强调对习近平的绝对忠诚。那强调统战升级，中国对台湾的恐吓嘛无减少。解放军宣布，为11月30到12月初5，伫黄海南部做实弹射击军演。初一早起8点外，嘛持续派军机扰乱台湾。中华民国空军广播，位于台湾西南空域高度40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你已进入我空域，影响我非常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在干扰我们空域的情况呢，我想已经变成一个常态化的状况。这就这样一个发展的趋势，我们会持续的强化在这个相关的空域、海空域的联合行监侦的作为。我们会秉持着我想不挑衅我们也不示弱，强力的来维护我们领空的安全。面对威胁，台湾持续甲美国买军事设备加强防御的能力。因为 AIT 处长雷英讲，台湾今年甲美国买军事设备的金额创下新高，美国明年还阁会对台军售。针对这点，中国外交部批评讲，台湾去互当作提款机，嘛问讲台湾的钱去互用来买美国的二手武器有啥物感想？嘛表态讲坚心反对美国卖军事设备予台湾。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武汉肺炎已经造成世界超过6300万人染病，将近150万的患者不幸过往。欧洲、美国等拢伫咧加速审查预防针使用的批准。照看耶诞节未到，美国就有莫德纳和辉瑞2间药厂的社剂会当做。英国的骹手愈紧，12月初7，辉瑞预防针就通开始做了。美国莫德纳公司所研发的疫苗，11月30已经正式向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申请紧急使用权，而且嘛向欧洲药品管理局 EMA 申请有条件的行销授权，希望会当赶紧改变即马疫情伫咧拖的局势。We anticipate that the benefit of this vaccine is going to be quite significant, and we really look to the ability to deploy this initially under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which I hope FDA will grant us, so that we can start to change the shape of this pandemic and turn it around. 莫德纳公布第3阶段临床测试的数据，显示伫咧预防感染顶悬效果达到94.1%，而且会当100%避免感染者恶化做重症。莫德纳嘛正做11月20的辉瑞疫苗了后，第2间向 FDA 申请紧急使用授权的公司。若是一切顺利，美国希望伫咧耶诞节之前都有2种疫苗通做。From Operation Warp Speed that will ship within 24 hours of FDA authorization. So we could be seeing both of these vaccines out and getting into people's arms before Christmas. 除了全球上大疫区美国以外，欧洲国家嘛赶紧疫苗的批准进度。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国监管机构会伫即礼拜批准美国的辉瑞疫苗，将做头一个允准使用新冠疫苗的西方国家。上紧12月初7第当做，英国已经订4000万剂的辉瑞疫苗，有够2000万人来做。全球大型的快递货运公司预计12月份开始，第小连续接到运送疫苗的工课。疫苗运送时阵的冷链保存工课，嘛是一个重大关键。预定疫苗敢若需要放伫咧一般冰雪的温度，莫德纳疫苗爱放伫咧摄氏-20度的低温，辉瑞疫苗搁爱保持伫咧摄氏-70度，是一个大挑战。Imagine keeping the vaccine colder than Antarctic temperatures all through the last mile and through point of delivery. It's extremely challenging. 若是法国嘛定出幼儿会甲资格性质分做5阶段的疫苗注射计划，第1阶段会先互安养中心的老大人甲工作人员优先来做。若是一切顺利，法国预计今年年底或者是明年1月初第当开始做疫苗。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咱搁来讲，进前英国一个幼囡仔因为哮喘喘嗽，9岁就来过往。落尾有专家推断讲，伊死亡的原因可能和空气内底溶液幼粒真有牵连。反应若采决赞同，就会成做英国头一站空气污染致死的案例。搁另外，巴西的热带象拿一冬来，去互人错掉超过1万平方公里宽，对大自然也是真伤害。看手机内底，甲伊敢若存记忆的查某囝艾拉，做妈妈的戴波拉，即卖心愿，就是希望法医验尸的结果是空气污染害死因查某囝。但是艾拉要活的，即卖已经17岁啊。I remember this gentleman said to me, maybe you need to have a look at the air on the day
your daughter died. We found out on the 14th Valentine's Day, it was one of the biggest spikes in air pollution near where I actually live. 艾拉伫在生的时阵，受到溪谷的折磨要3年的时间，出入病院30外届。2013年2月份不幸来过往，迄当阵死亡的原因是严重的溪谷地势急性的喘气衰竭。不过2018年有一个专家发现讲，艾拉死亡的原因之一，甲二氧化碳的高度，抑个有害空气微粒啊 PM10。创纪录欠管有明显的关系。法院伫2019年就艾拉死亡的原因，搁一届做调查，而且暂缓裁决。今年11月30日，第2届验尸，即届会调查艾拉受到空气污染的程度。若是认定空气污染是艾拉死亡的原因之一，就会加做英国司法判决的头一个。根据巴西国家太空研究中心上新的报告，亚马逊雨林破坏的程度达到12年来的新高。报告指出，2019年7月份到今年8月份，雨林风破坏面积是11088平方公里，比前一年同期增加9.6%，是巴西第2大城里约的2倍。Em relação ao ano passado, deu 9,6. Não é nada para comemorar, muito pelo contrário. Conforme eu falei aqui, o nosso estado final desejado é não ter mais desmatamento ilegal em hipótese alguma dentro da Amazônia. 这嘛代表巴西无法度实现2009年巴黎气候协议的目标，也就是减少森林草树仔的面积达到3900平方公里。就算无达成目标，嘛无法条通好规范。不过巴西的政府可能会因为安尼面临着诉讼。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再来关心国内下晡上最新的消息。中油公司伫咧外国探查乌石油，头尾40吨，但头一摆正是伫咧非洲的 Chad 共和国介管的范围内，去挖到95万桶的原油。搁再经过1个多月海运巡帮的期间，早起这的油总倒转来到高雄大拿炼油厂的码头口。中油公司也举办公开欢迎的典礼。第一船原油船有再度查跌转来的95万桶油。今年10月份拄科迈龙港口出发，11月底到高雄大拿炼油厂码头，初一早起中油举办公开典礼，让台湾人见证中油海外探勘原油的重大进展。查跌矿区是中油第一个以国际矿区经营者的身份来进行油气探勘，一步是单40吨。今天我们发现这个奥瑞油田，今天我们把这个95万桶原油运回来，我们的感觉就像是呵护的一颗珍珠，看它回来，它是小小的，但是很珍贵。离台湾1万公里外的非洲查跌矿区，头起先的采探唔是真顺利。台湾中油从2003年开始，甲查跌政府直接开始油气占领矿区探勘的工作，结果断交、战乱、恐怖攻击，搁伫3年后甲查跌就油布签约，摕到3个矿区的探勘专属权。总算伫2011年发现几个有经济开发价值的油田。2017年，欧水油田得到开发的生产许可，由台湾中油担任矿区经营人来进行开发甲生产。总算今年初正式生产第1桶油。查德所产的油，它本身是低硫的原油，非常适合来生产低硫的燃料油，有这样的一个持续的需要。未来呢，还会是整个国内的需求，还有国际的情势呢，做一个弹性的调整跟调度。第一批运转的原油要安怎使用？中油表示。目前矿区每天超生产原油5500桶，其中中油每天会当分到2000多桶，海运时间超1个多月。若是会当伫当地用同款的价格来卖，利润是真好。若是台湾，但你嘛必须要拄社会来买加流油，所以原油要安怎使用，也搁爱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早起庄瑞雄立委接顺劳动部柯明春部长，讲检察官去搜查劳动部下底一个咧做投资组长，煞来通透外人炒股票的公务人员这条带，本地敢是有人要暗调？柯部长讲，事实这条案是部内主动发觉有各样。劳动基金管理局的副局长也讲，虽然9月、10月基金投资有料到，不过顶个月是大赚2300亿。好像有利人士介入，这个劳动部你要讲清楚。调职的公文，我跟委员报告，我上任以后没有这个公文的事情，那到底这个过程是这样？我说实在我不清楚。针对劳金局的炒股案，外界传讲，这个姓杨的组长要准备要去用调职，不过案件煞去用压落来。劳动部长柯明春表示不清楚，嘛强调讲发现投资异常，就主动调查以上。行政院长苏贞昌阁讲，若是有不法的经办，一定爱追究责任。公务人员绝对要廉洁自持，如果有任何不法，一定严以查办。我们希望无枉无纵，查得清清楚楚，并且如有任何刑责，严以就责。
由劳保劳退等等基金所造成的劳动基金，平常时是交予劳金局来运用管理。今年因为疫情松动经济，所以顶半年的基金收益拢是负数，一直到7、8月份才出现正成长。8月底累计收益771.4亿，啊，毋过9月份个月亏损是了749亿，10月份佫出现负数。有议论质疑讲可能甲备案有关系，啊，毋过劳金局是否认。疫情开始反复出现了，还有就是10月的时候，因为美国总统大选还没有出来，所以在10月的时候呢，国际的部分呢，市场呢非常的不好，负的418亿。对10月份的数据来看，基金规模有4兆4500亿，收益数是负418.8亿，过一月得了441.2亿。啊，毋过嘛强调讲，国内的股票投资10月底收益率有8.3%，比同期台股大盘更较好。嘛真罕见的先公布11月份的绩效。11月的时候呢，其实市场因为总统大选的因素已经底定了，而且加上疫苗已经有开发出来的这样的一个好消息，所以不管国内或国外，其实都是呈现上涨的格局。尤其国外单月份大概有2300亿元，远远超过我们的一个损失数。劳内如搁一概强调讲，劳动基金的投资有严格的流程，会伫咧前一年就来制定计划，事前会有专业分工，除非搁有查核机制，所以即届才发现内部异常主动通报，未来嘛会谨慎检视感受需要调整的部分。记者综合报道。咱搁来讲，虽然行政院已经有提出5项管理美国猪肉进口的新办法，啊，毋过民间团体也是主张讲，若对海关冻起来卖开放，敢毋是上介单纯？长期尾若甲立法院共款毋表决，要放行政院宣布开放的命令自动生效，这个民间团体也讲，一定会搁再行上街路抗议。离进口美国猪肉敢若剩1个月，行政院提出进口美国猪肉5项的管制措施。不过民间团体批评蔡政府敢若是中华马政府错误的政策。因认为讲上届有效的方法，就是伫咧边境阻挡美国猪肉入来，对美国的贸易承诺，应该是以其他的方式来协商甲互惠。婚林饲猪的业者嘛专工上北，强调讲即马若无反对的声音，台湾饲猪的产业就起了了啊。上恐慌的就是讲，这个卵巢萎缩，因为猪仔这的卵巢会萎缩。会影响我们下一代的生意，过来，它会很照进。就算你把它标示产地，还是会进入我们国民的食物链。那既然来猪就是毒猪，根据我国的食品安全卫生法，有规定，只要是有毒的食物，它就不能进入我们的食物链。民间团体甲美国猪肉，就等于是有毒猪肉的科学证据整理好势，准备寄予总统蔡英文、甲行政院长苏贞昌等一群人，而且表示会伫咧立法院表决进程进行假投票的活动，而且公布所有的立委是表态赞成也是无赞成。若是立法院最后无表决，互行政命令自动生效，民间团体就会发动抗议。那国民党嘛批评讲，这个管制措施是问题了了。所谓的茶厂是假茶厂，因为他说现行的旧的已经进口的肉品厂，通通都不用再去查，这形同是放水。国民党团加入消基会，记者者莱克多巴胺网络人数的活动，目前已经有16万4000多份。不过，质疑讲目前国内检验的卡手无够，其他的工课真恶落实，敢若剩30天就要开放进口，民众实在是无法度安心。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一阵伫咧欧洲的挪威这国留学读书的台湾人，因为不满讲因所摕到的居留证国籍直接写作中国，对3年前就开始争取，结果官司拄去到挪威最高法院煞来驳回，证人也决定要甲欧洲人权法院提出上诉。啊，担任国外交部交涉部长也表明一定全力支持。一年对台湾来的留学生，对2017年甲挪威政府开始国籍减免的运动，因为不满居留证的国籍是去向注文做中国，头起先是甲挪威移民局提出诉愿，毋过无受到注重，所以伫咧台湾发起群众募资，得到真好的回响，总共募款超过300万。落尾去挪威法院拍官司，一路上诉到高等法院甲最高法院，但是3级的法院拢无开庭，就直接驳回上诉。台湾的留学生已经打起了这个官司，上诉到挪威的最高法院。但是依据因为这个程序的问题被最高法院驳回哦，那我们对此这样的一个结果感到很遗憾。
伫挪威台湾人国际正面运动的发起人指控，挪威一二审的法院，甚至是到最高法院，拢无互台湾公平审判权甲救济权利，佮加上甲台湾人主文做中国籍，无符合事实，侵害台湾的隐私权。伊强调讲，挪威的一中政策认定的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毋过台湾就毋捌摕过中国身份的文件。挪威这个举动是侵害台湾人身份的认同权。外交部长吴钊燮进前接受挪威上大部的专访嘛，表达遗憾甲不满。部长他也引用了欧洲人权公约的第6条，保障要获得公正而且的诉讼的权利。吴部长还有特别强调，台湾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省。针对学生的真侪项指控，挪威外交部回应讲，法官专属认为讲，挪威移民局无侵害台湾人的隐私权，引起学生不满，决定讲要找别种方法。挪威是欧洲人权公约的缔约国，若是国内救济途径用了后，当事人会当向欧洲人权法院提出上诉。学生建议讲，明年顶半年提出上诉。针对这件代志，台湾外交部表示会全力支持，提供必要的协助。记者综合报道。咱原来讲，昨台南地检署会同环保署，还有市府的环保局，伫咧客家工业区内底，针对兴业段61甲240这两位地号，可能有带路底沙的所在动工，结果确实偶有，毋是无。但环保局也表示，照看迄寡路底沙是再生的粒料，规定会当离厝运用，毋过袂用伫带落涂骹底。伫客家一个去用检举的所在。怪手才乌2-3米深尔，就出现甲原本土肉无共款色水的土。环保局认定是路渣，毋过毋若是只只，另外一个所在嘛共款有乌着。台南地检署顶个月30侦办客家路渣的案件，伫客家工业区内兴业段61甲240地号，乌内拢有发现路渣。明显目视那个表面就已经有炉渣的地方，那我们针对其中的2块地进行开挖，那开挖总共2块地挖了8个点。那确认的深度大概有使用炉渣的这个数量深度大概都大概1到2米左右。台南市环保局表示，初步判定这炉渣是属于再生的原料，照规定会当伫工业区内底铺路，不过袂当乌白台。若深度甲使用的状况，敢是有符合再利用的规范，会搁甲经济部工业局来确认，接受办理相关的裁决，嘛会要求乌白台炉渣的人爱来甲炉渣移除处理的好势。它那个都是用在工业用地。好，所以其实，在地目上，原则上是比较没有问题。好，但是它使用的方式可能要再厘清。以工业地的部分，到时候我们还会再依照它向经济部申请的时间点去反推它当时候适用的法令上是不是符合。违法是一直违法，因为从18年的2月初咱开始就是工业企业不拢袂当买炉渣啦，袂当买钱啦，这拢18年以后才大啊。台南地检署今年9月30，伫财政部国有财产署的土地，针对5个点来挖，确认炉渣使用的情形，还有数量。11月30是第2届挖。环保局强调讲，这届调查对查清楚客家工业区土地使用炉渣的情形有帮助，后手嘛会继续确认敢有符合使用的规范。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讲花莲县老牌的花莲客运顶站司机人员离职换公司的未少，但已经影响到有4条线路无法度照常发车。经过交通部公路总局出面协调，这个线路会拨予通联、首都和顶东这3间业者暂时先走一档，民众坐车的权益也袂去损害到这事。来到花莲火车站前的客运总站，排班巴士已经出现通联、首都、顶东3间客运，监理3间管甲各间业者拢伫遮通知游客，花莲客运有4条路线已经交予其他业者代驶。统联客运部分代理花莲客运1123，也就是花莲机场的路线哈。那1131也是由统联来代驶花莲到同门的路线。那首都客运的部分是代驶1125光复到丰滨路线。那顶东客运是代驶1145花莲到成功的路线。实际来到花莲客运公司门口大，招务司机表示，负责发言的主管无伫，无法度表达意见。面对在地经营62年，却伫双花街通车后头一摆被停止营业4条路线，公司大家气氛拢真低。花莲客运在前一阵子有一些司机的这个出走潮，导致它的某一些路线的这个营运的状况呢，可能会有一些没有办法很稳定，也不太正常的一个情况。公路总局针对这个没有办法营运正常路线的这样的客运业者，他会启动一个代驶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在地民众认为，花莲客运帮助少，部分车辆老旧，加几间客运进驻会当增加竞争，对消费者会更加好。那花莲的客运实在太少了，对，车班对1个小时一班，2个小时一班。在引进外县市的客运业者来服务花莲，你觉得怎么样？比较有竞争性啊，反而比较好。公路总局强调，4条路线大赛期间是1年，未影响民众坐车的权益。相关路线资讯会当到下巴士公路客运动态资讯网站查询。记者综合报道。同款交通方面的消息，咱来讲，环保署已经要开始运用听声摄影这款新的技术。明年正月起，车伫咧路面咧行，若超过噪音管制的标准，相片翕落来，结果是会当罚到3600块。是讲这款技术即阵，敢若有法度针对单独一只车，若规定假君假伴的改装车发出噪音，就无法度列出事主来告发了。采离路边的噪音翕相系统，装着噪音计、风速计、鱼眼摄影机，佮车牌辨识摄影等设备。若高噪音车通过这套系统，就会互翕相处地。像这台欧多拜徛伫噪音管制标准86分贝的道路顶头，互翕到94.8分贝。迄时阵风速比达标5公尺低，前后3秒嘛无其他的干扰，所以确定来处罚。透过这个声音照相的这样一个技术，把这个声音所以把它影像化、图像化出来。我们就是借由这样这个整合式的一个声音照相系统部分，那我们来做这个科技执法。声音翕相要伫明年元旦开始来执法。违规的人会互处罚1800块到3600块。不过，日落雨天，风速超过达标5公尺，佮有噪音扣除背景音量比3分贝佮较低，佮被处罚。不过，这个执法的方法，会当giảm ít单一的车辆，然后一大群人同一时间骑着改装车来制造佮较大的噪音，是无法度来告发。那多辆车它没有办法去确定是所谓的哪一辆，直接要去处罚是有它的困难的，这个没有错。但是这个部分就必须再请警察单位再来帮忙。环保署表示，因为牵涉到裁罚，基准必须要更较严格，但游玩会当透过车牌辨识通知车主来互检查。若确定是违法的改装，像使用无认证的排气管，就会当罚3000到3万块。目前全台湾有36套声音翕相系统。环保署表示，会伫民众真正的热点，或者是高噪音车辆较会出现的路段来加强执法。记者林志文、吴家宝台北报道。讲到违法的问题，即阵分林县的万冬稻啊、甲土豆长咧收，不过有的农民收成了，煞甲稻草也是土豆田，伫咧田里放回收。但县府的环保局也提醒讲，6月时法律已经改过，过来巡查人员若查到这款情形，罚金会对原底1200块提高起来到3960块。收割后日期稻草，有农民直接放回来烧掉，马上被环保局巡查小组利用空拍机翕来告发。现在都是秋冬空气品质不良的季节。根据环保署今年6月份公告，空气污染防治法修正案，现在若是违规烧稻草被抓到，会当提关300万罚款。就是说，如果燃烧有更明显的部分的话，会有一些可以加重减轻的因子。所以说，在今年秋冬，如果遭我们环保局或者是跟环保署这边联合稽查查获，因为是刚好位在这个秋冬抑制空品不良季的话，经过相关的一个计算的一个基准之后的话，是会提高相关的一个罚则，可能到罚到从最低本来1200，可能会罚到3000多元。环保局表示，今年1期稻作收割期的期间，透过空拍机的巡查，总共查到3位农民违法来烧稻草，才罚1200块。目前2期稻作收割期后，已经查到4件，目前正在等待行为人做定效意见的说明，嘛希望农民会当将稻草再利用，莫随意焚烧。通个伊草，伊甲土砍掉无，迄个表皮甲砍掉无，伊草较袂发起来，草籽较袂发起来。所以无见光啦。啊，你即马水来嘛，较袂讲淡淡安尼。环保局表示，为了提高稻草再利用，有计划厂商和社区来收稻草，还是成立稻草的编织场，让稻草为废弃物变成再生资源，卖当透过有机肥加速稻草的孵化和分解，增加土壤有机肥分。会当新成本和环保，继续为您报道。咱话来讲，台东县延平乡的乡民代表会，当已经通过公所所提出来发放抗疫礼金的自治条例，对即阵开放申请，一个乡民会发1000块，补贴去予武汉肺炎拖累到的生活经济。延平乡也是台东县内头一打发放抗疫礼金的乡镇。
大东县延平乡属于员工甲农业发展的地区，乡公所为了要互乡民，因为受到疫情影响的经济会当有补贴，向乡大会提出发放抗疫礼金的主题条例，这个月公告实施。文化健康站也向老大人宣布，大家拢真欢喜。很兴奋，有多的就回馈乡民嘛，不然那多的要怎么办？也是用在孩子身上啊，不然孩子也要读书，最起码还有一点津贴给孩子啊。延平乡公所表示，今年上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真侪乡内的活动拢暂停，预算都袂当执行，所以特别制定发放抗疫礼金的主题条例，由无法度执行的预算转成礼金，只要伫今年11月18也设置伫延平乡的居民，甲12月30以前出世的新生儿，连伫高政机关坐高的乡民，每一人会当领到1000，有个有3500外费的居民收益，当中发放360多万。如果说我们把上半年度活动的经费全部移来下半年，我相信乡亲也觉得非常的劳累、疲惫跟代表会的讨论，那何不将这样子的经费全面发放，让我们乡亲感觉到公所在乎他心里的感受。延平乡的抗疫礼金即日起受理申请27下伫各村办公室，以现金也是汇款的方式发放给乡民。若讲乡民因为工作关系无法度去领，乡公所表示会一直发放到明年的2月初10。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关心教育，全国私立学校的工会即阵有接到育婴医专这间学校的老师陈情。讲校方对100学年度开始就无讲无答，甲专任的老师扣4成的研究费起来。工会这边也已经发函教育部，要求出面督导限期改善。不过学校是说明讲，一切拢有照规定行。头壳顶绑一个嫌我血汗钱的布条啊！育婴医专的老师为着要去教育部抗议咧做准备，因讲学校哪像为100学年开始，无甲老师参详，就减全学校专任教师4成的研究费。招生状况都非常良好，财务也相当健全，但是从100学年度开始，就扣减老师的研究费有4成到一直到现在都只发6成的研究费。全国私校工会接到育婴医专老师的陈情，请伊发函给教育部，以教师待遇条例督导爱限期改善。不过学校这边是回应讲，并无违反教师待遇条例的规定。老师若是有疑问，会当借学校内底申诉的管道来处理。施行期的之前我们就调整了啦，为了校务发展，我们就有做一些调整了，这样，所以之后就没有再调整过了。台湾高等教育产业工会指出，教育部102年10月23的时阵，提出私立学校老师的薪水应该准用公立学校的函式。不过这不是立法，出叫学校当作这个规范的生效期，让人感觉真遗憾。不过无论安怎，教育部都要照新的标准工作流程展开调查。如果收到了投诉，1个礼拜内要先做初步的调查，给学校就做要求要限期改善。如果限期没有改善，大概是在20天内就要开罚。如果开罚之后还是没有改善，在10天呢，他们可以研议要解聘校长。工会表示，圣约翰甲环球2间学校发生违法欠薪水的代志了后，教育部已经加速处理的流程，而且嘛正做处理这类案件的原则。也若育婴医专的案件，应该是第1个月内就有结果。若是大专、私立高中职欠薪水的情形，嘛是捌听过。教育部应该要和各地教育局以标准工作流程来执行。记者综合报道。咱我来关心医疗，来讲台中的中山医学大学附设医院，近来一个15岁少年家因为哮喘喘嗽来就诊，电工照落去，佫发觉肺部唔但发炎，也有浸水。查明原因，证实是伊搏电子烟来所致。当时基金会这个团体也提醒讲，政府面对这寡新型的烟草，该当就要全面禁止接着。患者胸口的电光片出现双边肺炎，有肺浸润的现象。这款的病号发生伫咧干那15岁青少年身上。医师表示，这患者无出国史甲相关病史，毋过住院隔离的期间病情变严重，甚至是需要上述的辅助才会当维持费用。排除感染了后，确定是电子烟所造成的。就是有肺炎合并了轻微的热膜积水，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严重的肺部发炎。那这种严重肺部发炎，它有很多形式都可以造成，虽然没有病史、没有接触史，那我们还是以
把它隔离。医师表示，这患者长期有结婚的习惯，使用电子烟嘛已经有4档，按是电子烟这种新出来的烟品，最近正做青少年之间真流行的物件。但是医师表示，电子烟利用电池加热，互内底物质挥发。毋过成分除了有香料，也是搁较侪化学物质，甚至搁有中枢神经的兴奋剂。当时基金会指出，电子烟会启用普遍使用，也是伫咧错误观念的传播。而且电子烟才10年的时间呐、这已经被电子烟商塑造为无害戒烟，怎么替代？电子烟商已经充分在网络社群建立了这样的一个概念。那以为我们烟害防治做得很好，结果没想到烟商用新型烟品，整个把市场整个拉抬上来。当时基金会表示，根据政府的统计数字，最近这10年使用电子烟加加热烟的人数有要7.3万人。虽讲烟害防治法甲新出来烟品归类做类烟品，嘛甲食烟甲买烟的年岁提悬到20岁，毋过呼吁应该全面禁止，无应该部分开放，才会当预防烟害扩大。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早起刑事局举办国际上禁止使用重刑这条公约的研讨会，国家人权委员会主任委员就是监察院的陈局院长致辞的时也讲，一定会拍拼，互上界弱势的呼声有得去伸冤投诉。尤其警察人员若真实会当体会人权的价值，就通减少用重刑、糟蹋人的情形来发生。今年8月7日，国家人权委员会正式运作，要落实对人权的保障。内政部嘛制定禁止酷刑公约施行法草案，交由立法院来审议。刑事局嘛3度举办研讨会，兼任国家人权委员会主委的监察院长陈局早起致辞的时阵强调，拍拼互社会上弱势的声音，伸手找有所在。我们一定会努力，朝着我们的社会未来能够。最卑微的声音，最弱势的声音，这些声音是它一定是申诉有门，绝对不会哭诉无门。陈局认为，执法的环境若会当伫第一线对人权有体认，会当减少任何无人道也是酷刑的发生。所有的国家防治机制 NPM 就是一个独立监察机制。嘛有参加会议的捷克学者认为，重点伫外部单位的执行力，才会当发挥真正的监察作用。So you need to find some structural way how the NPM should really use the potential and within the broad institution as Control is to find a way how to implement the requirements of OPCAT, how to plan the visit effectively, how to cooperate with external experts, how to involve NGOs. So it's not only about the ratification of the OPCAT, it's also about the finding a way how to implement the convention and optional protocol in practice. 公约第16条所说那些不人道，是有辱人格的处役或是处罚。那当然酷刑更是在彰显说呢，国家在对于这个也同样是说人身自由受到剥夺那些人啊，譬如说在监所包括还有像是这个精神这个医院。东吴大学教授邓延生认为，像是监所也是精神病院等场所 ，NPM 爱无定时的轰炸来保障他人身心的完整，来进步积极推动落实禁止酷刑公约，贯彻台湾人权会当甲国际来接触。记者郭灿台北台北报道。过来镜头锁落南，咱来讲交通部观光局近来伫咧大平湾国家风景区，搁有东港这块位仔的游览所在，设搁打照门站。无论旅客是手机无电、无网络通好连，也是要找好食的料理，无所不至。来照门站拢免客气。即阵地方一寡大小店头做伙徛出来落广告，甲这项新服务斗赞声。来，对面有一家很好吃哦。影片当中，一个一个亲切的笑容，是出外旅游的时遇到困难上好的帮衬。现代网络甲交通拢真发达，游览的形式已经无限制伫队团游览，真侪人介意自由行会当随时变换行程。不过自由行无导游，若遇到问题，就爱家己想办法处理。所以观光局就成立，予游客会当照问一个照问站，解决游客疑难杂症。观光局成立借问，有些人会比较不好意思嘛，那有个指标说这边就可以让你借问，怎么有好吃的好玩的好买的东西都可以来。唔单单是找无路的事，会当来问看爱对倒位行，甚至连手机也无电、无网络通好联络朋友，想无要食啥时，照问站拢会当斗3工。
虽然有遮尔好的服务，不过真侪游客唔知影。所以大平湾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就拍一支影片，邀请在地亲切的店家做主角，行销大东港地区的旧门站。一方面也是那种南部人，他就是他的特点就是热情。广告当然用意就是也是希望让人家知道说，哦，这里有这么优质的借问站。品管处唔望透过广告宣传，唔敢若是互民众知影，拄到问题会当找旧门站斗3工。若邀请大家去佚佗，就算拄到问题嘛免歹势，随时会当借问一个，感受东港的热情。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73年前228事件发生，中部地界的青年组织一帮27部队，要来对抗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架起一片的烽烟。上届本定就是因连市政府甲警察局都占落来。即阵台中新文化协会嘛来发表台湾头一本描写27部队的红仔字，尤其红仔图的对白细柳，佫拢是用台语文写出来。今日早起，阿妈竟然互祖国的阿山顶拍死。27部队这本放假的台文翻译老师，用迄当阵的开口念红仔图内底的口白，希望大家通够较了解这件发生伫咧台中的历史事件。咱做这个工作，就是所有台湾的传承啦，吼嘛保障咱台中这块历史。我想，阮迄当阵我要做就是安，而且迄个红仔图已经互你真容易、真简单，就当知迄个故事啊，干那查迄句话，就是安尼甲讲出来尔嘛，嘿。228事件迄当阵，台中有一群少年人组织一个合作27部队的民间武装队伍对抗政府。台中新文化协会为着要互人了解这段历史，选择用较好读的红仔图来表达，而且佫使用台语还原当时的背景。台语弄进来之后啊，就发现其实它比较吻合这整个剧情，这人物，因为当时的人物就是在讲台语啊。那你用台语就更贴合历史啊，因为历史漫画就是要重现原来的样貌嘛。但咱台湾在还原历史真相内底，佫有一个真重要的工作，就是咱要徛伫个台湾主体、人民主体的这个角度内底，把咱的历史的假说权改摕倒转去。新文化协会嘛指出，因为要完整呈现一段历史，所以因有整理真侪资料，即摆发表27部队是上集。暗算明年在进行会完成下集，希望民众透过网架详细了解228事件当中27部队守护家园的故事。记者梁慧婷台中报道。来看世界的新世代，今年因为传染症、休困时，人嘛较唔敢出门，是讲耶诞节同款嘛着爱过。但美国买回来厝内放的耶诞树，生理是比较英国加正加压。英国遮有一间专门咧训练耶诞老人的公司，今年换开发出手机啊 APP， 互幼囡仔经过镜头和耶诞老人相见，嘛是一款欢喜。耶诞树赶伫咧感恩节进前3日起闭宫，若是早伫11月中，纽约洛克菲勒中心就已经有采耶诞树。美国虽蒙受到疫情关卡，毋过耶诞节也是爱过。今年大家为着配合防疫，拢取消旅游的计划，敢若选择伫咧厝内庆祝，所以这个时阵耶诞树就真重要。美国耶诞树上大的产地奥勒冈州的业者讲，今年的需求增加，生理电都是变好，估计敢若奥勒冈州得卖出600万张。15 to 20 million Americans will be at home this year rather than traveling, and as a result of that, they will be decorating their homes where in the past they enjoyed that as someone else's home. 业者表示，有152社的美国民众伫咧感恩节前一礼拜就开始买耶诞树，买树仔的热潮会一直延续到12月中。若是去年买塑胶做的耶诞树的民众是占2成外，今年这挂人嘛改变心意，改话买这种更较有气氛的真正的树仔。伫咧便衣做护士的塞罗斯，都带因翁甲囡仔，亲身来农场经这个青的耶诞树，要来做为了家己这1年以来辛苦对抗疫情的礼物。It's nice to have home be a separate, safe space from the hospital, and whether we can have a gathering with family or not, I know we'll have our own little tree with the purple lights, and it'll be something small to look forward to. 有耶诞树了后，负责送礼物的耶诞老人嘛一定爱有，毋过同款考虑到避免群组感染，英国定定伫咧百货公司甲庆祝场合，甲囡仔面对面互动的耶诞老人，今年就一定爱刷去线顶。英国一间耶诞老人的俱乐部，就开发一个 App， 希望透过视讯电话，互囡仔伫咧线顶会当甲耶诞老人见面。毋过伫咧进前，因爱先做一寡功课。Santa's very old and crotchety sometimes, and this new IT can be a little bit difficult for an old dog to learn. But
I've got there, and every child can have a visit. So I'm very pleased to be able to say that. 虽望疫情伫咧减价，毋过大家也是想出各种变通的办法，希望甲厝内的人快乐平安度过耶诞节。公视新闻张惠敏编译。观众朋友，今日和明仔载因为透东北风，北部佮有东部有较凉冷，其他北县市早起暗时温度嘛较低。观众朋友，咱都要特别注意。下半部天气变化，咱来看各地方气温详细的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19度甲24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2度甲28度，台南、高雄、屏东21度甲27度，宜兰、花莲、台东19度甲24度，金马、澎湖15度甲23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